要逼我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啊？好啊，那你去说呀，你就让这个人醒过来以后再给你作证吧。果然是你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苏妍希，你千万不要用你这种一副想指责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觉得特别恶心。以前我一直认为你是自私自利，喜欢耍心机、玩手段，但却一马良知你还是有的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。好了好了，你一个冒牌货在我面前说教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不要以为有几样东西就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我就知道，爸爸那儿的 DNA 检测报告一定是你偷走的。其实你不知道吧？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就是贺锦熙。你为了地位、金钱，连你的亲生父亲都得要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？这样吧，妍希，我们来做个交易。我把检测报告给你，你把你手上的照片和手镯还给我，从此以后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去自首吧。你说什么？自首可以轻判的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的。苏妍希，你是疯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指证我？贺锦熙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我不想看你在这条路上越错越远。够了！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东西你给不给？就算你现在就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发给顾西超，这些证据我也不会给你的。好，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傅博雅的事儿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这个人我不认识。贺锦熙，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还